最近的国片《阳光女子合唱团》是真唱，民众看甲真感动，票房也冲破5亿啊！目前的票房伊是排伫咧亚军，第一名永远是电影《海角七号》有5.3亿的票房。文化部长李万讲是家己看甲是目屎流、目屎滴，伊个伫咧过年了后有机会赢过17年前的《海角七号》，争做台湾的票房冠军。监狱啊，根本不适合养小孩。 你也说了，3岁之前啊，我都还是可以照顾他，不是吗？互人哪哭哪笑的国片《阳光女子合唱团》口碑是愈来愈好，民众都会斗相报，建议伫要看电影之前爱先传好卫生纸。就是我看到每个人他们都有哭这样。有没有带好卫生纸来？有，我带好几包。带几包卫生纸？我带4包。国片让17档大洗牌，根据统计，目前阳光女子合唱团票房已经突破5亿，伫咧国片票房排行顶面已经超过西迪库巴咧。迄几年咱做伙录的查某囡仔来到第2名，离冠军的《海角七号》的5.3亿，搁差一寡寡。他一定会在过年就破了这个纪录。这个电影我看到一个地方，我歌声一响起我就哭了。刚开始他们的票房没那么好，是因为遇到这样一个文化币的一个助力，他们整个就起来。文化部长指出，这几年国片的市场是愈来愈热，对2025年的角头斗阵的96分钟，连续创下2亿的票房。到年底的大王棒球纪录片冠军之路，拢有真好的成绩，显示咱的国片市场当咧进入一个类型多元、佮受欢迎的正循环。去年过年无国片。 今年过年有上少2支，第一支是功夫啦，还有另外1支是双喜，个阳光女子合唱团总共有3支，会当讲有3宝，国片3宝伫这贺岁的冬季内底。影城业者表示，趁这波国片热潮真看好，伫咧过年期间会当和民众共同迎来台湾国片的黄金年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